是全国仅波来阿查聚居地最多的德昂等少数民族，占总人口的1/2。民族兄弟姐妹，我们一起跟随欢快的人群，踏着快乐的节奏，走进木脑纵川之乡，感受多彩的风情与魅力，聆听这里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铜川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！辞旧岁，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篇章。天下的红旗大地一派寂静，人荒为了使婴儿顺产，他们就到太阳光底下晒了，就成了景颇的先祖。这个孩